语教室，Kita lu tapi nawana ikala berapa？ 老面孔，哇！我叫嚷嚷，谢谢。耶！以及我们的教母 Java Rory。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，我有一首歌，就是还蛮多朋友喜欢的，然后也有很多人都有唱，叫做 Thank You 感谢。为什么会写这首歌的原因，是因为开始做母语的工作，就有很多人就很主动啊，就说我帮你干嘛干嘛，然后就觉得很感谢。以前唱国语歌的时候，好像都没有人帮忙，因为会有些是从部落来的力量啊，或者是有一些对这个文化有兴趣的朋友，他们就会提供很多帮助，就想说啊，既然这么多人都帮忙过我，那我就写一首歌感谢他们。这首歌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不一样的表达感谢的方法。感谢最常讲的感谢是什么？谢谢。马沙鲁。对，我们最常讲的。对，有很多表达感谢的方式，不是只有马沙鲁。很多啊，按照马沙鲁、玛丽也是。比那阿德巴。以前他们在表达感谢的时候，他有时候会用赞美的，或者是说很确切的感受那个。比方说我的歌词会有写谢谢赞美我的人啊，然后谢谢给我喜乐的人啊，巴布勒班讲啊对，然后或者是改变我的人，巴给马了等啊巴给马了等啊这样子，就有很多这种字，就让大家要谢谢的时候可以具体的去学习。所以今天呢要学的字很简单，我们是学句子，因为你们看到这里应该都进步了吧？应该吧，不可能看那么多集，只记得 rolling， 而且不是 JK 哦。老师要教我们这个很实用，不管去哪里，台湾族的部落都可以使用。非常感谢。玛丽。马沙鲁阿拉巴斯。所以阿拉巴斯就是非常。对，在这里讲非常。所以谢谢的话就是有两种用法，马里跟马沙鲁。还有比那阿拉巴。比那阿拉巴，这是中台湾。对。中台湾的话就是来异乡，然后再来有下面这个马沙鲁杜马沙鲁。double 呢？诚挚的哇！所以我知道，所以玛丽阿拉巴斯跟马沙鲁阿拉巴斯可能是这样子，谢谢。啊，马沙鲁杜马沙鲁怎么是这样子的呢？最深沉的。既然我们已经接受了谢谢之后，我们要回应。伊尼亚马古达。伊尼亚马古达。好，有的是伊尼嘎马古达。伊尼嘎马古达，马古达就是怎么了啊？这样伊尼亚马古达了。后面这个呢？西亚杜格莫达啊，红说了这就是 piece of cake。我们再复习一次，我们从不客气，预备起。伊尼亚马古达，伊尼亚马古达，或者是伊尼嘎马古达。下面这个西亚杜格莫达，这就是非常感谢以及不客气的讲法。那在讲到感谢的话，想问一下冉冉最近最想感谢谁？最想感谢就是一直支持我的那些粉丝们，他们给我很多力量。马沙鲁，他们很支持我了。马沙鲁，用动作来表达我的爱意了，我的感谢。那姐呢？很多不是也是啦。对，我的终身室友，就开始就是做那个跟文化相关的事情，很多力量，有一个力量帮忙你的感觉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练习一句话，当你们支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？老师有帮我们准备，我跟薛薛可以讲的就是对支持我们的人，中文叫做谢谢你们，我会更努力。然后母语很难，对我只会谢谢你们。马沙鲁阿拉巴斯，我的家基萨穆亚阿根，或是阿恩，我的家基萨穆亚。我一定会更努力。当然有另外一个讲法是子妈妈加子妈妈加子妈妈是更力量的意思吗？对，加子妈妈就是也有更努力的意思啊。其实如果我们要加感谢，把你们放进去的话，就讲马萨鲁阿达巴斯加努姆，谢谢你们，对，谢谢大家。我的家子妈妈阿根，或是我的家。
kisah mulia akan 都可以。都可以。我拜题目呢也可以往马路上。好，马萨鲁阿拉巴茨加努姆乌里加兹玛阿根或阿恩，或者是马萨鲁阿拉巴茨加努姆乌里加吉萨穆亚阿恩。谢谢你们，我会更努力。要多努力，老师？自己看吧。如果我要更努力，最努力的那种，比较级最高级的叫加压。所以它会加在哪里？加压什么呀？哦，加压 kiss 哈莫拉阿根。所以这个加压不能乱用，对，因为如果我用了，我就要真的很努力。对，我要做到，要把真正的哦，非常非常的实用。我们再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一句，谢谢你们，我会更努力。我觉得还蛮常会使用到的，就是你想要感谢你的父母或是谁。马萨鲁阿拉巴斯加努姆。乌里加兹玛拉阿根，那就这样子咯。那我们今天就非常马萨鲁的清晰，马萨鲁，谢谢。呀呀，都个么的。谢谢老师。